江湖是恩，一饭当献命，一水报涌泉。江湖是怨，为不别离，送君千里；为不相见，隐姓埋名。江湖是情，红颜一笑活城东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江湖是仇，会面便不共戴天，相逢便你死我活。可江湖不仅仅是恩怨情仇，还有策马迎风的快意，千金散去的潇洒。虽千万人无往里的豪情。你说书就说书，拿我剑干嘛？客官，捧场捧场。一个时辰了，故事没说明白一个，诗倒是背了不少。小兄弟，不要走啊！我马上就要讲到青衣郎突然神功盖世，大震4大世家青年才俊，转眼就走火入魔，病入膏肓，被王家人抓走的故事，席间出炉啊！这段我知道。烟已入夜，小心路滑。天已入夜，小心路滑。下着雨呢，还瞎跑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谨遵师命救青衣。按师傅说，青衣郎只有那书上几页残卷，却在江湖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拿回来几页残卷，再救下青衣郎。切！哎，师姐，咱们都跑了5个时辰了，你总得告诉我来雁南村干嘛吧？你可听说过青衣郎？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吗？没错，就是谢家的公子。谢家，岂不是我最讨厌的谢雨玲她的家族？谢雨玲，恳求先生相助。嘿，我们来揍他？我们来救他。救他？好好驾车。师姐，我们到了。到了。见鬼了！接下来的路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师姐，坐稳了，驾！大胆！王家的车你也敢拦？王家很了不起吗？你是何人？说出来怕吓死你！吾乃极恶报恩。想好了再说。
哎，得嘞。大风刀，吾乃学宫风左军。学宫？学宫的人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别说话，我会带你走的。你猜到我了？阁下的下盘功夫果然厉害。快走！哎，走，你的上盘练得如何啊？我跟你们王家没过节，我只要谢家青衣郎。哎呀，是来抓你的呀！就喜欢人少欺负人多。别玩过头了。放心吧，师姐，四大家的人都是废物，你看谢雨玲就知道了。抓紧了！师姐，他跑了！早就知道车里有鬼。哎呦，追上了！看我再快点！身法不错，可惜还差了点意思。哼，看这个，走马观花，第一式。走马观花，居然会卸甲功夫。你怎么会有卸甲武功？师傅教的，家师姓谢。你在修我的功力？我是在救你。你没发觉你现在嘴上的功夫都恢复了吗？哎，你现在四肢活动自如了，悉心调理些时日，功力便会恢复了。出了城你就安全了。如今我们谢家还会有谁能来救我呢？若不是谢家人，谁会这走马之术？这是……自小便告诫过你，一书自得作春意，常见不戒，时人看。谢兄，你急什么？七叔，你七叔说，光复谢家要用谢家手段，不是谢家的武功，就交给我吧。告诉我七叔，谢兴给他丢脸了。少侠，千万不可再学这门武功，免得像我一样。马作的卢飞快，你这走马术倒有个6、7重的火候。君子曰：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为何雨夜追我呀？这是子说的，不是君子说的。读书太多记混了。哎，姑娘，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不找他，我现在找你。你不会像书里说的要找我去修炼吧？别逼我动手啊！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是谁？呀，惨了！第一次出门剑就被抢走了，师傅，咋办呀？君宇，我们会再见的。看了剑就走了，难不成是师傅欠下的债？
师傅，这就是青一郎身上的秘籍。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哎，师傅，这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拿到的。哎呀，好好，能不能让师傅先吃口肉？有朋自远方来。谁啊？找了我10几年的人，寨主，天下第1大派，上林天宫。你做什么？跑路呀！跑不了了。既然他们出现了，应该把这里包围了。那就打。哦，你打得过谁呀？自然是师傅打。哎，师傅不拿剑了。那怎么办？等。哎呀，师傅呀，上林天宫为什么抓你啊？因为我拿了他们一件宝贝。君子曰：不吃眼前亏。要不还给人家道个歉？没了，给你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练的那门武功就是啊。已经烧了，只有你记得，所以你现在就是那件宝贝。一会儿你自己跑。师傅，你这是要为了我牺牲自己吗？你不是一直念叨着要去学宫做君子吗？等你学有所成，再来救我。万一他们先将你扒了皮怎么办？杏花寒露团香雪，绿杨陌上多离别。这坛酒是我出来时所埋，今日送你了。多年未见，有长进。白龙、白鹤，参见谢楼主。楼主，师傅，你是……哎呀！师傅就是那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3楼掌舵之人，雾雨楼谢看花。师傅，早知道你能打过他们，我就不用演了。白衣，不要高兴，他们2人精通幻术，为师根本就没有重伤到他们。啊？他们就是用这幻术跟踪你来的。啊！雾里看花，花非花；花丛散雾，雾非雾。这就是雾里看花。雾里看花，你们还不配？这酒不是送给我的吗？我怕我不喝，会被我面前这位挚友给抢了，是吧？赫连习月。君有云兮，朝思暮成云。
繁华已散千去，策马归去，江湖多风雨，我望断了天际。恩怨一壶浊酒意，你白衣飘风里。一江秋水尽老去，此生笑谈几许。扶摇直上九重台。